卫生福利部伫14已个修正未来做非侵入式的医学美容的医师，就要完成一般医学训练，佮提出相关评鉴的制度，嘛引起反弹。昨卫生福利部佮甲40个医师团体开会，已经达成共识，确定讲108年以后，无取得专科医师的资格，就袂当执业。台湾医美产业市场发展为加强管理，卫福部11月中预告提管办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，包含要完成 PGY 训练才能执行医美处置，了个评鉴制度，所引起业界反弹。日后卫福部佮加40个医界团体来讨论，达成2大共识。原则上面，108年之后一定要是有 PGY 2年训练这件事情，关门这件事情，大家是没有意见的。那时候就没有这个制度的，要取得专科医师的，他其实就是可以照做这件事情也没问题。卫福部医师署总结，在病人安全前提之下，加强美容医学管理，各界有明确共识，是乐观其成。按过相关的配套措施，医院爱相近沟通。因为部分医学生伫医学系毕业了后，无经过短医术训练，过去被叫做特比，即马也有共识。2019年了后，无摕到专科医师资格的人，爱受 PGY 训练，若无法度执业。那最好是2年在大医院的受训，经历过每个科的训练的话，他人格比较成熟，而且对于皮肤啊什么各方面的诊断有比较维稳一点，所以是对民众是一个很大的保障。医界相反弹的评鉴制度是还未有共识。医师署表示，医界认同加强管理，按过由医界自律，或者是那这评鉴制度无定论，会伫下礼拜过来讨论。我说要提升医疗品质的话，那我们就严格执行这个每年的督导考核，还有我们的医疗机构设置标准，把它严格执行，然后品质提升。那如果说卫福部觉得这还不够的话，我们还有各个专科医学会可以帮忙做相关方面，做医美的手术或疗程相关的认证。医师工会认为，诊所本身就已经接受地方卫生局督导考核，若个大规模评鉴不一定适合，倾向专科医学会协助认证，佮兼顾学业，同时保障病人就业品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